后来前一阵啊，虽然是有餐饮的业者拒绝外送到病院，也毋过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拢真感谢医护人员。南投病院就讲，最近不时都有餐厅、饭店甲饮料店免费送餐点到病院，互因食。阁有一个伫咧幼稚园做厨工的杨妈妈，一有闲都会炒面煮汤送来，互医护人员享用。这病院是感谢民众的爱心。将肉丝、香菇、菜头先炒过，另外一边还佫将山药籽切做一角一角了，放入去控。伫幼稚园住30年的杨太太，毋是替囡仔咧做中昼饭，是要准备要送予医护人员的爱心餐。在武汉的病毒吼，足侪迄辛苦的医疗人员吼，安尼去用排挤安尼，伊足辛苦，咱袂使互伊失志啦。来到南投病院门口，更加会使发现讲，陆陆续续有人送爱心餐来，为小食、胖到饮料，拢是业者免费提供的，要慰劳这辛苦的医护人员。民间一家都爱出动餐车送入去病院，送予大家吃。是那种心意，让我们觉得很温暖，让我们觉得不孤单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担心会造成就是各界的对立，民众他们自发性的这样子提供物资来，其实就是很感动。医护人员伫食，各界送来爱心餐，巴肚食饱饱，心嘛感觉真温暖，所来更加有这个动力徛伫第一线，全力对抗武汉肺炎。